人把你清气，红家安尼样，伊来熬活。咱就不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点声，伊来出世，伊好因果就识了，修戒修八戒，大啲暗，大啲得咧暗，即当我那暗，佛有地咧暗，我佛暗咩讲经或者即修戒嘅人，佛一昧成一个罗汉。听经，扑一坛一个罗汉，马在天鬼，因为偷戒了去地里，即台湾那暗有一个地，伊洗面，这洗面拄好人伫对擦，你擦一包物件，来甲伊面头前，放下迄物件擦走。这人对擦看到即个一包物件，佮看到你伫地的位一个人伫叫人伫洗面。死话讲啊，是这个啦，拍该死，所以死话人未走，人政府经再来，唔是一斗嘅人死偌亿，500斗人死偌亿安尼款，拍死，特死伊来拍死，落地基了佫无够额，佫来啲打这个500死来啲就拍死，人今日伊未出世做。地狱魔鬼阿修罗禽兽，安尼咪属于成着一个罗汉。因果无情，道义条条，你成一个罗汉是你的事，我他那要甲你算老少，所以拍该死。天鬼早去回上行出发的时，看到，哎呀，这马哈加啦，昨暝受戒，今日互人拍甲规身躯，死甲了在啲街路边。所以这个物件是因果。有当时咱爱物件生这个顶头伊爱物件一贪，但是有当时咱爱物件未贪咱起劲，但是有当时咱未贪起劲，安尼虾米事？有当时咱爱物件有影未贪了伊就激心，心肝痛，怨妒心浮起来。这激心、怨妒心、心肝痛，这个本是叫罗刹，本是叫做本是啥情就本是就会款的无欢喜心，这是第二个毒。这个毒那是浮起来安尼样，咱的贪未无，可较厉害，可较厉害了安怎样？你看有的人买的物件无贪。伊人去找别行了，找别行咪喂，伊讲先我未贪这物件，我来啉酒，我来去跋筊，我来食白粉，这个就是讲 deviated。伊爱物件未贪，伊找别行物件来带伊这个欲这贪的心，伊用这个酒、白粉、跋筊。了有人渐渐暗沉，了少年的时爱这爱了无贪，暗暝老了时子孙做唔着啊，伊念着一礼拜无就才会停，安尼虾米做？伊袂 authority， 所以这个物件咱会加讲这个牛市，有当时这牛市啊，伊来。真正拗板，有时呢，上个那是伊有参到这个圣地了后，伊个拗板该恶毒。有当时伊所做的物件无成功，有时咱做的物件若是无成功，咱就看破卖了。特别因为这个牛市啊，做这个物件，拼要贪这个物件，未贪，伊个无放煞，伊直做，三摆做甲伊死了甘愿。这边我 support 我的 point 啊，这有一条故事，这是正不赖的点声一个好家人，特别好自己，伊是往的实体来，实体就是讲 treasurer， 伊在。我自己的时，伊去王宫的时，早去伊看到伊的武剑什么金在、吉拉在，所以来路各样物件出现了看。
所以去到王宫的时，拄到一个和尚，伊问这和尚：今日什么事？今日来落款？伊讲头家今日若是一个囡仔出世，这个囡仔在出世啊，伊功德真正大。八日，在这个王宫，伊要做第一好业的人，第一步的人。我这识字，伊本是伊查某人本有身份9月了，所以较尾叫路仔，你去看我要生啊未？了去，伊路仔转去看，伊讲啊未生，头家了啊未生，啊未生，什么啥？今日出世的囡仔，毋是我的囝，惊着是倒落一个囝，伊吹叫人吹，今日早起啊个6点。倒落一个人生囝，吹来吹去，这个是一个查某，伊实在是歹查某来。这歹查某来，伊生一个囝，生到大波，就生到大波了后，伊想，我人是最歹的查某，饲大波是假，若是查某囝我爱，所以这个囝出世来呢，伊掂迄个，掂啲300堆。万一古人来捡到，人这倒300看到这个囡仔，哇！才知我今日捡到这只野转去，这野转去了后，这识字的查某囝一个名家里，伫大吹这囡仔吹到是这个人倒300的人摕，所以就去把这300桶，这做倒300的人讲，你囝卖啊？伊讲咩？这物件我无卖啊，捡到物件是大菜去。买来伊起甲1000块，1000块我好你。人若是巧看到1000块，好啦，也去1000块先摕来头先。了，这个家里也对这个囡仔，好甲伊头家这识字了，这识字上，我查某人来生囝，伊若是生查某囝，我要叫查某囝投缘甲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大才气的人。若是你生大波。我才抬死这个囝，所以天开，噗！该几日要查某人生囝，生大波，这生大波呢，伊叫这家里要查某干，这个囝捡到的囝，较尾去我牛寮，妈在天光要开牛寮的时，那囡仔下伫牛寮的门口，然后叫起咧查咧牛啊，500只牛打死这囝，所以这。早去家里放着囡仔伫牛寮的灯的外面，查咧抓出来，一只牛母出来，看到这个囡仔要死的脚压这个囡仔，咧大只牛跳过，还是在这边啊闪过，安尼啥物事？这个囡仔的功德太雄太大，所以有物件真去炸的未死。第二。这第二买来这个牛寮的人看到这个囡仔捡起支持，家里知讲这个囡仔无死，讲给头家听，头家看无甘愿，佮讲啊，较尾妈在带伫挂大路，搭一个北间呢，伊一家咧问这牛车去做出入口上的牛车。500的牛车要过这条路，较尾一个囡仔去下伫大街路，互这牛打死。妈在这查某囝去，特别这牛本是上头一顶看到囡仔一徛条，499顶大后尾袂行，那牛车人落来看，就看到哇囡仔捡起来饲，安尼佫毋甘愿，佫叫查某囝探听看一伊讲这个。牛车的人捡到，去改买，过1000块一开。我一斗捡到对这囡仔1000块一开。第4斗伊讲啊，你去下伫冲山，有时因个人若是死啊，下伫冲山，暗暝这个山狗啦，这禽兽来食，所以去放伫冲山暗暝。特别这个囡仔，因为伊的功德太大，好本无，虾米本无，带伫冲山。妈在天光一只羊母过，羊母甲几若只羊囝过，咧这个羊人看，安怎点无点个羊母高高的所在哭落去，第时这羊母哭落去，互饲灵互这囡仔，
一看到真正来路物件，就安尼一提起来吃。根本就好家人，随时这食体，个买到底1000块，后面随吐死要做这囡仔死，无办法，无办法后面这囡仔白日要出事，大好家，无等到伊要来，我囝袂通做食体。伊爱这个做食体的地位，是互我囝落我后生。伊唔爱讲这个囡仔成功，就人弯道。安尼做第5道袂死，我来沉落山，叫查某间沉落山，家楼去逼长，了人去站这个人看到，这逼长的对面安怎一个囡仔，了带转去饲，饲了本是安尼。查讲无死，过去买到转来6道了，人去夹。按第7道，哇，第5道啊，第6道了啊，伊讲吼，这头这囡仔直大汉了，真10尾我10岁有了，佢叫伊点声，你看伊真正坚心要做这囡仔死，所以就安怎做？伊讲啊，这囝伊去几百家较济做木匠的人，做肥。伊讲妈在我安排一个囡仔来，你若是这个囡仔来，伊若是讲安尼看的话，我把家你做的工课，他们做一直直。了你若是做了这个囡仔，你他们甲他提死，提死了到底咧走，伫补这个木匠啦，即即咩花盆啦。迄啲走烧去个了，我烧你爱约者，我讲我你出你做你开除我会好你，你教我太济，所以妈在天贵，伊叫这个囡仔来，你去你做木匠的人，讲我听，我爸爸教你做的工课，看要做在直直，所以囡仔就出去外面，无前无拄着伊个机无伊个一个实体的某本生囝，所以这个囝是会使讲较少人伊几日啊，甲正礼拜，所以你佚佗外国里，佚佗了输了的好，所以哥问讲，虾米输好？阿哥啊，伊人地步啊，拢总教我输个了，我外国里输个了，阿哥你真才气的人，你佚佗互我。我这个哥讲，哎呀，阿爸叫我做工课是真正要紧的工课啊！阿哥啊，阿爸的工课我做啊，你来佚佗啊，我佚佗赢到对我外国里，所以来佚佗外国里，互伊小弟去，正识字的某生的囝去到阿伯，我爸爸昨日教你的工课，他要做迄啲。这个老阿伯看这个囡仔去房间毒吹摇摇，掂落去。我来这个设计就栽落去，伊家己的囝死啊！哎呀，越笑越咧，上个笑，随破病。连这个囡仔一年大，我来想办法。这个不敢做啊，囝未死，他让我要去别位。所以写一张批，互伊搁一个设计，大啲别个不干。这个囝无路用的囝，我唔卖。你若是记到这张批，你就能教我一个囝暗做死，做死了后，我会笑你，约钱我本来好你。你看伊无囝了，伊甘愿要做一个安怎牛痴无面的，伊唔甘愿要互这个机会，互这个囡仔。安怎做？伊讲我这囡仔听，你去咧北干，到咧北干了，你讲啊，这张批你也好咧头家。这张批这个人，伊要互这个囡仔死，一落来要互这个囡仔死，伊无互这个囡仔读册，所以这张批太要紧。伊结掉个衫，结掉个衫了，讲啊，你去，伊讲阿爸。我来去了半路，我不到腰呢。不到腰半路去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你去啲名朋友的厝你讲我的朋友听，我是一的囝。我讲若是安尼了，伊会互你接回。
所以去到半路，不到腰看到这间厝，伊开门拍门了，就入去厝，你是追，我是无人的囝，我要去到路，他让我停这边，要穿的脚背。我一下讲这个设计是我人真正好朋友来坐，款待这个人客，就款待这个人客了后，拄好一个查某，这间厝有一个小姐，有一个查某干，小姐在伫楼顶叫这不是查某干是老仔，讲我这老仔听，他们去买物件好啊，这老仔去买物件，落来的底时。看到这个老头家娘，再看到老头家娘问我，你要去倒落？小姐叫我去买物件，小姐物件要较慢食，他那人客来到我厝，你夜步揉的骹、洗骹，然后做可以好事，可以困，可以吃穿，可以食了可以吃穿。所以做这个人客好事了，这人客去倒伫困了，伊走出去去买物件，买物件了互小姐讲，安怎我教你去买物件，安怎你去叫开点钟，你去倒落？哎呀，小姐你唔知，咱个厝有人客，你阿爸叫我做安尼，你妈妈叫我做安尼，了我做这个工作未走，那小姐就顶面落来，偷看这人客，谁看到谁输甲，安尼阿咩事？正时的宝来，正时的宝，他那还没输人迄角伊切到，正时伊要迄角惊，要迄角惊，迄角无成，人迄角伊切到，迄角成伊落地极，迄角无成伊宝命唔好，所以伊来出事做人迄角伊切到，你正时是红姐看到那水输甲，水输甲咧看到这个囡仔。下面这个囡仔衫个一条被，小姐头开被看到，哎呀，这个囡仔咧戆带这条被是叫人开死，所以小姐偷一条被加被，倒头边朋友，你若是这条被了后，你大人做我囝结婚，甲一个无人的查某囝，伊家己。所以安尼后，这边这小姐加配了边条都好事，这个大波请起来，去伫那边，去伫别个国间，他们识啲就看到这那边，哇！我头家个叫我做亲戚，可以后生做主人，伊老了，伊无力了。你看，我头家真正赡养我朋友真正赡养我，所以安尼做老咗，教阮甲这个小姐，就教阮甲这个小姐，就是因为伊人正事有起来，咱这个老实体要死了，伊下咱这心肝，我要去死，他那伊人，我爱安尼落，伊人倒头边做甲隆重参拜，这个囡仔他那一年大，所以下咱这心肝。伊要叫伊囝转来，伊的意思是讲叫伊囝转来，要讲互政府听，我无爱承认这个囝是我的囝，我最好卖互伊，我甘愿互王强，互王去。所以这个小姐做他那做的某真正搞，这老司机叫人去叫囝转来，这个小姐怎啊伊某看到这个人，你来做咩？老司机真正食力，要把叫这个后生转去，然后就要查某人们，伊会食饭还没袂，伊无还没会食牛奶水，但是老师，伊惊咧，伊起来坐，讲好，你唔使转我互你累，互你几百块，你去佚佗留着，听讲9点声我才叫你来，你才转，做人有理通开，无拍插了，隔几日一个司机佫派过一个人，安怎我派个人去，安怎佫无对来？第二个去讲，这个老司机真正食力啦，伊爸要看伊囝，咱问讲会起来行未？真正无力了，腿包骨，
伊讲若是安尼你会啦，咱来去。所以讲给大部人听，你把叫你去。这因为某是真搞的人，再讲啊，一个人叫伊去，就是要无爱认的囝。所以教的大部人，伊大部人毋捌字，讲给大部人听。我去的时，你住伫骹尾，我住伫头壳的位。你读懂，若是安怎样？假如你听渐渐你毋通插数，所以读懂你用红车呢，去几日了，去到迄边啊，老人真系要死了，剩皮包骨，讲话本无力。政府的人来了，古时无做寡啥，我派一个 officer 来徛伫边啊，听这老人讲话。and then 老人啊，sampai 喙打，皮包骨无力，了伊心真啊在。因为伊无明火太强，看到这个囝啊，伊火倒伫内面，倒伫内面了啊，伊要讲，我唔爱互大火，互这个囝，我唔爱互，我爱互，唔爱说无，所以我爱互，所以就王的人就听到爱互，王这个 OK。准了，我做实事了，大会谈了，安怎查七道要电话甲大会生生以来出事是要是伊个，同饮料要第一好嘅，安怎去做查？你喙讲唔爱，特别你特 B 都无啊，特别 A 爱哦，你喙大dehydration，你脂肪无了，所以就昂的人就听到。OK， 我去报告王呀。所以我看这无明火的上死的时分，既然你教会唔是你要帮遐人，特别心肝哈咱的心肝，我唔爱好你，你惊这位惊死，就哈咱的心肝。这边咱看无明火 ，actually， 未来这个老司机落地嘅，这个囡仔无安怎无读册，咱这个囡仔未来先做司机。先做识体了后，要来佛，伊去阿摩佛，你人把日听伊告诉去阿摩佛做相信对，所以到伫这边咱要明白，然后一个拢总就无明火，咱做恶做虾米落地狱虾米拢总，假若是无明火，无明火咱袂落地狱。第一惨的无明火就是虾米啊？上到。参着这小件，参着这小件了后啊，我人对，别人唔对。我人讲安尼做，我的家主安尼讲，我人敢做，敢乱来。所以你看啥故事，唔使讲故事，他那现时你看，这个大啲 England、Ireland， 这 Ireland 那边啊。Protestant 甲 Catholic 拍甲偌久几十年，我做囡仔时我读一个英国的历史，有一个相拍 Catholic 甲 Protestant 拖甲100年，因为这个咩无明火，爹无明火传落囝，囝无明火传落孙，看到 Catholic 二年人，安尼拍了讲去天顶，一个政治本是安尼，政治的无明火来落去，真正惨。政治无明火安尼，好家人无好诶，好家人你看安尼，拢总你巧无通食，最好甲了拢总替人好家人来分巧家人，说非常强山安尼，拢总无好食，但是。就capitalism 甲这 communism 会直接会起大事，若是起大事，你虾米事？你这个无明火，我人袂安尼款的政治，你人袂安尼款的政治拍，就拍落去。第三整数那是成功，100人80人未死，拢总是个咯 press button 唔使飞机来，放落去，真正一人无明白，我人槟榔嘛会丢，到底嘛是小拍是在啲北位，香港啦、日本啦、多久啦，无看到吉隆坡
cái人破係一粒變靚本掉了，and then 幾百幾條嘢毒，and then 這是現時死嘅，過了後要風啲吹，要風落去這個長，要長滿死，落去海，要湖本未食，湖本未食，菜本未食，人動到。就冇針啲啲 anemia 冇夠血不質 leukemia 就 cancer of the blood and 人掉包尾是隨死，咱冇掉包尾掉包尾頭昏啊，咱是慢死，都這個對啲打落來無明白無明火落去啊，真正大嘅課，但係這世界睇下啲人啲無家啲無大叫會家啲講。這無明火就起了後 ，80% 嘅人無，佢叫嘅是出真正濟人無人大，他那出個bomb，neutron bomb，放落去，人死，但係厝無死，冇得搞好，無家咧無蝦米，人到啲內面就冇點死，所以這個物件，人死這個物件啥物，對啲大陸。無明火 ，ignorant， 但伊人想講伊人做好，伊人做物件是攞地嘅，所以第這邊三讀我講緊了，後個禮拜我講第二步啦，會記頭安尼句我就講是唔通做惡，即唔通做惡，到第這邊為止，後個禮拜去做好第三步，愛個咱嘅心和情緒。所以後禮拜我 start 按照要做好，到這邊咱為止，日手咱念培養經啊，各位有報喜有報喜，真正 sorry 啊，我淡仔心本無蝦米清，因為蝦米數，我來講經，有人無歡喜，講我。macam-macam 講歌聲，是說講經，所以小弟今日是最後尾到講經，大啲這邊。實在今日我要講嘅經是做5禮拜要貼名慢，特別這個5禮拜嘅經我做1禮拜，做1日講來了。所以請各位原諒，若是意見愛聽經，咪到時響邊我會講。有人要問蝦米對這道路無明白，我真正歡喜接受有人。我的心來講經，唔是講我有這個我，而是講我大一。也是講我有別個原因來提這個經，講經的時會點聲來傷別人，我一點的心我無，特別真正可憐，他那點聲愛做好本有人去責，這個人要責的人是一個大的人。對我人出家人，我人看伊真正有嘅人，白白出家嘅人，小弟是一個和尚，捌了這2年呀，人做幾十年，所以人若是嫌棄嫌，我小本分就請停淡薄。所以現時小弟是今日最後尾到講這個經，過了看別日這個火點了的時，有機會若是一人歡喜講叫我照講過，我才來佫刷落講經。佢在講經講未了，不45年的傳經，過了後45年，伊用手勒一把葉。伊講美古啥？美古你看這個葉，你話手較濟，還是塗骹的葉較濟？所以，大家的人講，
迄时阵，这个手的血真正少，涂骹的血真正济。石佛经是讲袂了，但是咱直直 practice， 直直研究，智慧直直来，直直来，所以真正济。嘴袂讲，但是心会知，因为咱直直 practice， 直直研究，直直研究，直直 practice 咧，想讲智慧直直开，直直开，咱佛经会直直来，直直深，较知。安尼一个礼拜，我伫讲的经，甲了是讲啊，唔通做恶。去知他那第二步是要做好，这个做好。是正式10项爱要过，若是人会晓做这个10项，踏实唔使惊，伊袂坎坷，伊袂起苦的所在。伊若是有影正式对这个10项，早甲晚，伊跳出苦海，得着立团，唔使来出事。头一项咱要明白是这个10项，不达叫达萨古萨拉伽玛。达萨是10，古萨拉是道德，伽玛是因果。头一项爱布施，你看布施要紧无要紧啊？4个阿青夹钱，4个阿青夹甲100千。大劫前的时，咱的悉达多太子，佢叫佢点声是做一个好嘅人，名苏美达。头一道伊要下这个大愿，讲8日我要成佛，就佛一日起，伊拄着人定佛，伊跪落去，下这个大愿，就佛一日起，咱会使叫伊是菩萨。徛伊做菩萨是人定佛的点声，甲3拜买来即世，伊来出世做悉达多太子29岁走出家了菩提树长的点声，伊坐禅了成到觉悟，过了觉悟，咱袂使叫伊是菩萨，咱叫伊是佛了。但是还未趁着觉悟的点声，咱会使叫伊菩萨。所以你修这个菩萨道的即做菩萨的点声，头一项呢，或者做苏美达好嘅人的是，伊布施开的章经几百经的章经，开甲了叫人为该会摕甲隆重慷慨了，伊走就拔出嘅。And then 4个阿青夹甲100千大夹。伊死了出世，研究这个10个波罗蜜，头一个波罗蜜就是爱布施。未来你看伊最后尾到最后一世，伊来做菩萨，伊出世做维山达拉王。维山达拉王的点声，伊布施无相甲人。从真有的教会，拢总会布施予人，3拜伊的囝，甲伊的祖啊，甲伊的某，伊本布施予人，人讨虾米物件，摕无一句，无两句，你敢开嘴，伊敢予你。所以，这个就是讲，伊布施甲3拜无一点会误落去。咱人逐个布施，加减有一个误。你看新达人布施，达过是啥物啊？经较无好物件，互人头先。然后伊想讲伊真正够布施了，但是你看伊若是点做，直直做的是，到伊较进步。啥讲今日我若是做一个去食啊，达日来一个老阿姆的厝来讨物件食。头一个讨食的时，你知无？平常人是安尼样，头一道伫布施，摕迄个肥皮，迄个鸡骹喙、鸡骹、鸡阿毛管、鸡头壳阿伯去食好啊，食无够，搁摕淡薄伊知伊想伊是真正布施，但是这个有影布施真正好，但是这个就是讲
马路这啲恶报事嘅人，伊我有，伊贪，未去夹个了，加减有，较好嘅留去淡薄，因若摕咧虎嗰度压落虎头，可以淡薄，แล้ว牛奶汤搅淡薄，唔通咧，咁咧留互爸爸食，留互囝食。若是伊个直直做落去，你看伊交到一个坎站啊！你家己的人眼骨的心肝，哎呀，安怎逐个这个阿伯，这头毛白白，你看喙齿本无了，逐个来讨食，我可以加骹喙，加阿毛管，加头，可以食好淡薄啦，去鲜啦。所以这个你看，你做落去啊，加腿本刚好，了伊肥皮无好，伊讲阿伯无喙齿啦，切较好的肥可以食。这个就是进步，就进步了后，你看，如果直直做落去，把日你心会直直变，变啥物？哎呀，这个阿伯，伊唔是讲逐个来讨，久久来讨，一般时来讨的时啊，咱有啥物较好，更较好的可以食，较无好的咱留去淡薄。这个就是讲进步，像讲啊，谈。做寺庙了啊，较熬了。所以这个保险啊是怎样来路的物件？这个是一个药，使咱的心和放迄角一个贪。一个人若是袂好保险，伊袂好脱离这个贪。会叫我逐个讲做好是三步，第二步修戒，第三步戒善。所以头一步保险。10个菠萝蜜，头一个菠萝蜜本是保险，做菩萨头一项要保险，尾一项本就保险，所以这个保险是真正照咱的佛经的在来，是真正要紧的物件，应该咱人逐人要做。真正这人无明白，哎呀这。我就唔愿去保险啊！这世间啊，那是有钱上最好，有钱啥物物件就快乐。那是有钱，唔使拍插了，唔免拍唔免讲去做好去保险，这个咧无影无食无看到。这物件就是讲啊，无节省的人，无明白福利的人，伊是看真正对咯。我早2-3日一个朋友来讲我听，一个好业人。红某啊，伊渐渐讲啊，世间最要紧是钱呐，有钱啥物都真快乐。我去讲真诶，对互伊听，讲这个拢总是熬大诶。这个物件就是讲 narrow minded， 看真正近，看到远，佛讲快乐无快乐，出事你来看，咱看啊名。佛讲正是咱有做人，有做好，今日咱出事做人。但是白到了出事做人，你看好，一般的每批豆乳，逐日，一般的堆是滚到你大只，一般的阿毛老，一般的阿搭厝，一般的摩托车大顶，一般的行路，拢总对滴倒落来。有的一般的真正身体真正健康，有的一礼拜7日5日行落近厝，这拢总对滴倒落来。佛讲拢总 because of 保险，会晓保险做多做少，这保险的点啥有快乐还是无快乐，还是伊个心家己发起来要保险，还是人招伊来保险。啥物物件伊保险，这个拢总甲了是叫做 condition， 这个甲了是这有这个甲了条件来出事，无平等，巧商是对保险来，水无水本是对保险来。这保险的点啥？有的人讲那边讲去这边起生地，边起生地。这个人逐个出事，你真正恰事。若是讲老保险，真正接大啲这边来啊，你甲我斗下手搞，感谢你，三度啊，你晓来做证，人无人啥物来接受。这个人总逐个出事，
有类个水个真正人朋友真正济。有一条经不到讲互这在家人听，伊讲lady disciple，世间有一号款的人，伊若是保师做虾米好，伊家己做点，伊莫互人参加。伊若是要起一个物件，要起一个手件，互会上去坐仙，伊点家己做。咱人要摸拿，人要甲伊公司，卖，我人要家己做个了。这个物件不大讲，爱出事有类，特别无朋友。这个款的人不大讲，伊点招人保师，伊家己无保师。这款的人逐个出事，朋友真正济，特别无类。有这款的人无保师，佫无招人保师，这个人把只翘，佫无朋友。一种的人爱保师，佫爱招人保师，这个逐个出事，好嘢朋友佫真正济。所以咱来明白，这个物件保师对咱现时有听到福经。咱家做，咱保师，咱要知意思是虾米？真正侪人保师会点声。哎呀，我听讲保师了啊，后过我趁出事天顶，还是我出事好嘅人，我爱家保师。咱会这个心想安尼款的，安尼款了，咱来保师，这个就是讲咱有贪淡薄。安尼款的保师较无好，安尼咩事？贪爱去天顶，贪爱出事好嘅人，搞嘅人保师再讲，这个保师是佛教的，应该咱人就做。你看今日这个人马家，伊出事做咱的天公，现时他逐人9月初9的拜啊，正月初9的拜，这个天公，古时代的世间是咩马家？虾米事今日出事做天公，安尼保师就啊。伊个保师，伊讲啊，我一条一直做人下一个愿，互我逐月会看保师，逐月保师会点声，互我真正有礼貌，真正欢喜拄着坎坷人。有个人拄着坎坷人，死几只老阿伯，逐日来啊，呀，好伊去看咩？天老8千块耶，臭味个袂讲，这个天公无。天公伊做人的点声，看到虾米去食，安怎垃圾，安怎饲鱼，跪落去，拿平手下落，感谢你啦！今日互我机会，通会晓保，通来保师，无去食，无通保师。今日人想看，咱这边来生，拢总唔是人，拢总甲了是红光神明个了。若是逐咧红光神明，你去保师，去保虾米事？我本红光，你本红光，你要保师我？笑话，你想我无通食，袂通保师。出事今日拢总是做恶鬼，有通保师，袂通保师。做人的点声会保师，做禽兽本袂保师。特别不大，伊去做菩萨的点声，做禽兽的时本保师。有一个伊出事做兔，伊下这个愿，今日我来拄着一个人，若帮伊拔刀腰。我叫他起火，我要规身跳落去，所以出事做一只兔，叫人起火，就起火落去呢。伊讲我跳落去，我互你食，他等我食了是你摕来食。你看伊款安尼款的，这个保师就是讲无这个我，但说伊有吐虾米，伊谈虾米，所以要紧爱保师的点声。再讲佛的家事，咱就要保师。第二项。这个保师是要刮我的贪，人若是会晓保师，伊贪会直直落。了保师有的人是久一道，几年一道。这个前下久我要讲一条经这故事，三万瓦地你看，伊好嘢啊，顶礼拜我本有讲淡薄，你看伊好嘢啊，300、600啊、500个查某囝，特别伊功德了，因为伊参着朋友无好诶，伊停去了，暂时就停了。伊想，哎哟，我停了袂使，就安尼一个做好做对。你看，500个查某囝分好，买来就出就，安尼家庭，规个家庭，根本个了着晕，着逼，着这个尿出症，拢总死个了。
伊就走去讨食，3日去做去食无，500个查某囝的小姐，今日就去徛伫排队，甲查某才去食去讨食。这个就是讲对这个功德爱停唔通。特别这个查某真好，伊有做直直刷落，尾来直直知讲唔对，伊直直刷落。过了3日后，过了1礼拜呢，尾来做王娘。这做王娘呢，500个查某囝原在谈到对啊。所以咱爱明白 frequency 爱做，唔通久久一道。了保持对追追，佛讲咱保持啥物做啥物来是正福。正福是咱有一样阿摩丹章，要栽伫倒落，见背地是啥物？第一清气的人，就第一清气，世间就第一清气，佛真正清气，佛真正清气。这边唔通误会我伫讲啊呢，是烦恼无清气，佛真清气，佛真是啥物？舍利弗。木兰尊者、阿兰尊者、迦沙巴、拢总故死了的回向，甲了先跳出苦海了的，这个叫做佛经。今日的回向，拢总的回向，伫讲经、伫传经、伫教人佛的路，这个是佛经。从来的回向，把这个教人，这个本是佛经。Past, present, future, 三卡，这个就是佛经。所以爱保持的点声，有当时你人佛的点声，人系变得捌好佛。看啊，变得捌的点声，保持的点声，我今日保持佛经，一个讲搞，保持佛经，讨啥物？唔通讨讲，好我出世做后过生路水水，好我出世好野人，这个唔使讨，伊家己会来的。讨啥物？第一搞。讨讲，好我快快看到地位跳出苦海，唔使来出事。今日达人来啲修行，咁了对虾米？是对爱跳出苦海。你人今日来修八戒，虾米意思？唔是讲要来去出世天顶，出世天顶不如读书，不如弯道，有读书有弯道有我，行到会失败，也失败落去8日。出世伫天顶了后，本是就来落做人，就落来做人了，个乱做，扑落地狱，所以佛烦恼无100%稳。今日来修戒做好，意思是讲，把日摊到这地位，跳出这个苦海，唔通来个出世。这个啦是咱的对不大的加持。第10个这个错的是这个头一项是保持。我卖听上有，其实我有几哪个故事，特别讲起来，他哋听下我就骂讲啥物经，甲了是讲故事，所以这个物件看下故事我夹到尾，无啥物爱讲淡薄，人听好喏。所以第2个这个10个这个道德的行为，应该咱就做。第2项要高戒，这个戒啊，咱人这个10个菠萝蜜，大人要跳出苦海。这个10项咱就要对，这个戒是第2项，头1项是保持，第2项是戒。And then 你看大家讲啊，要拼要跳出苦海，要赚到罗汉节，大家人就讲戒定慧，头一步有影，今日就那是讲日暝要拼要跳出苦海，要得到入团，头1项要过是戒。按过这个戒是啥物？咱在家人大日要过这个5戒，这个5戒要过到3摆唔通破，起角淡薄不卖，过海清气。头1戒不杀生，第2戒不偷窃，第3戒不邪淫，第4戒不偏话，第5戒卖啉酒。这个5戒实在是无坎坷。特别若是有影讲，咱要拼，要赚到地位，咱就要过这个5戒。像甲一个佛经的在来讲，像甲一个人，伊剩一蕊目睭呢，日暝伊过一蕊目睭，若是这蕊目睭若是歹落去，惨了，伊切没了。所以
protect the five precepts 像个咱的一个人的个咧一类目睭，这个就是讲安尼款才对。咱要顾这个戒什么事？因为这个有戒，咱100%未落死的苦的所在。今日咱要明白，逐人有真遐久几百世、几千世，有作恶真遐济，这个功德也未识的功德 ，millions 数百万，and 这个功德啊是叫做大啲写增经的呢。unripened karma 也未识的因果，是逐人真遐济。一般人若是识落去，咱100%落地狱。今日咱若是讲日的过这个界，徛这个地，咱过甲3摆，草袂起，日无药水，这个芒啊草啊是啥物山边啥物袂浮起来，徛这草因果未识。所以，若是过这个界，有人有界，这草因果无机会通起来，咱100%稳，未落这个死的苦所在。咱未落死的苦所在，伊 maintain good birth， 但是咱出世的快乐，因为个有界，才有地位，咱才有地位，咱个有福气。个有保施，个有戒，咱后世通拄着弥迦布达。真正侪人知讲我知这世真正艰苦，我要帮忙讲，别日弥勒佛来，我要来出世白病来听经，要我要成罗汉伫那边跳出苦海。但是若是讲今日，若是咱有安尼款的心，保施爱做，修戒爱过。咱有机会通拄着，咱来更较高会晓完善。这个地狱是这个三沙啦，是苦海，是真正长。今日若是会晓保持，特别无戒，咱的三沙啦是真正长啊。若是今日咱有修戒，伫拼伫对咱的戒，伫外面唔敢乱做，唔敢破着咱的五戒。咱的三沙啦，一日对，我看这个，逐月咱都受有时保施，逐月回向就念念这五戒，因为啥物事？保施参着受戒，马律的功德真正完全，真正结。上个讲我逐月讲上咧钱啊，背起来拢种白钱，甲了巴扎。若是有个人会晓保施，特别无戒，即个啥讲怕讲，白日一出事好个人惊无底，名声较无，人知了你累济，特别你去到了，人看这人累得伊累那伫做人，去知伊是无半项，这人讲较无，啥人看你较袂起。个第二项，你看世间有个人出世真正大富翁，特别买来你看30、40岁、40、50岁碰死了，这就是讲减戒。若是有戒，人食长命、岁寿，要身体健康，无啥物病，无高事咯。就这个爱保施，爱受戒。爱保施甲爱有戒，真正要紧。这个两项 hand in hand。第三项爱节善，因为啥物事咱就要节善。不得讲你人唔信，你人看节点点的时，你看目睭看你心想看，咱的心像个盲机的呢，跳来跳去，你节点点一想，才无影无食物件。一般时，你人看未困的点声，你人看，哎呀，这个无扣起来，安怎就无点想甲这个想甲咧，想甲这想甲咧，想这未困了。The mind is like a monkey, and then 咱的意思是啥物啊？头一项要节善，要互这心咸。
掂了伊无跳来跳去，就掂了无跳来跳去，把你佛这点声，咱做事在在静静，无讲啊乱做。他那真正这样，咱有时做物件，因为咱无这个界限的心，唔知对无对，唔知对无对，因为心无感、无在、无掂。所以界限第三项真要紧。咱界限他就讲起来有两好款的线，一个款是叫做萨玛他线，一个款是叫维巴萨那线。萨玛他线直直坐，直直掂，直直坐，直直掂，三摆了卖未走未到咯，三摆买来你坐个狗个，鱼仔本听未着，偏康若是你人家虾米物件，按照炒啊物件不过了面前，味本味无着，这个就是讲啊，伊坐个掂了，伊入定，这入定了后。头一定、二定、三定、四定，到第五定，喘气本停了。这喘气停的时，伊若是关我正是做虾米？我正是早一时、早两时、早三时，伊家己看会到，伊正是是虾米？有诶靠较高诶，伊会管别人诶正事本下。这个就是讲三马大仙，伊有包啊。伊有行动力，有当时坐仙的时，你看这个阿悉达，咱的悉达多太祖出世，这个老圣人，伊到底手掌卡的坐仙，坐仙了后，伊规个人去天顶，上久无伫手掌卡了，去天顶，看到这红光伫大跳舞、唱曲、音乐。大欢喜，因为这红光按照今日路人安尼欢喜，这红光讲，你知无？到底甲比拉瓦都是一个悉达多太祖来出世，把这个悉达多太祖要来成佛，所以你看这仙的点声，看到这个迦那，伊会去天顶，所以这个是叫做三马他仙。但你真正可惜，这个款的神，未好你地位通会看到，虾米是立团？这个呢，佛讲，若是有影一个人要坐神，甲要跳出苦海，就是特别关这个维巴萨那神，叫做地位神。这地位神甲萨玛达神无相，地位神直直关，直直关，关了看到未来。这个物件我、汝、伊，虾米物件来？看到明白，这个我、汝、伊，这拢总个了是五项，一项是名，一项是色，啊，无话讲 mind matter， 名色，这个名色是生化，会看到，到安尼个直直关。伊会看到无常苦无我，唔使想诶，家己明白。哎呀，拢总是无常，安尼无我，看到真正无我，唔通想讲真正看过。今日真正济人到边人会坐神到到这边来，看到无常无我，真正明了。直直坐落安尼后，伊到到一个坎站，伊为虾米？哎呀，渐来出事，无样无食，这生化，要为了伊个直直坐落去，伊到一个 stage， 伊要真正骨力要跳出苦海了，伊安尼直直拼了，伊会弹着山口路八甲，这个五运掂去，这五运掂的点声真正来咯。有时你坐上上久无，你感觉本无；有时你坐得两点钟，我骹喙垃圾无动就涂骹，安尼看都无骹喙，都无疤，都无骹，都无上久，这叫伤骹老八甲，就到这个。